峰会谁教你做香菇？香包诶，香包还香菇？香菇。哈哈哈哈！这是钥匙圈。哎呀，香菇钥匙圈。啊，那啥，那像迄个菜龟，嘿。不是，这是草菇。草菇哦。菜啊，毋过看迄那像菜龟切呢，这啊。对啊，这是用丝瓜肉做的。哦，对，丝瓜，哈哈哈。晒干的。哎呀，智慧高，嘿嘿，好棒！还可以，谁买这个东西给你贴啊？老师买的。社区的人。社区的人哦，啊，去哪里学啊？对啊。去你们学校教的哦。对啊。啊，好棒，钥匙圈。哎呀，还有人说这个黄色很像那个大便的颜色。没了，嘿。有2个人用黄色的。哎呀，这样比较好看我的比较瘦。哎呀，这是谁？这是小黄。小黄。不是计程车哦。小黄，嘿，好棒。小黄是狗的哦。不是。啊，无小黄。菇啊。小菇这哦。是香菇。啊，香菇啦。对，黄香菇啦，还给黄菇。哦，路边不能随便摘那个菇回来煮哦，有的有毒呢。有一些有毒。对哦，好棒。我们学校那个白菇应该就有毒。哦哟。操场上面都会长菇。有的树干呐，枯的树枝啊。那个毛虫。哎呦，毛毛虫要小心了啊。我们班的同学就摸到毛虫，然后手碰中。哎呦，好痒哦，毛虫很痒。是毋搞糖讲会做，摸着。我吹手东西给你。哎呀，好棒。